21世紀喺經濟上同軍事上都已經係世界第一大國嘅東亞共和國國內發生咗軍事政變，軍隊出身人稱 Killer 嘅塔塔卡達成為皇帝，哥達姆帝國就咁誕生咗。喺帝國裏面嘅資訊完全受到控制，結果就令到全國國民都好狂熱咁樣支持呢一個要統一全世界嘅皇帝。過去嘅大國美國喺呢一個時候國力已經逐漸式微啦，而聯合國亦只能袖手旁觀，冇能力插手。地球正被呢個獨裁國家嘅勢力支配住，急速咁走向統一。各位同學聽住啦，大家要留心啲聽我講啊！係。翠雲呢個地方咧，曾經出現過好多神話故事噶喎。我聽人講話，翠雲呢度同神明有好深嘅關係㗎。你唔覺得好肚餓咩？吓？你有冇聽過人講神獸八岐大蛇嘅事啊？我知道，佢曾經喺神話入邊出現過㗎嘛。哎呀，神獸八岐大蛇係一隻超大嘅蛇獸嚟㗎，傳說佢有8個頭，連尾都有8條㗎。傳說仲話佢食過人添啊！吓？好似話呢個神話嘅舞台就喺呢度附近啫。就喺呢度附近啊？呢個只不過係個神話嚟啫，邊有可能真係有怪獸喎？你點可以咁樣講嘢㗎？好有靈性㗎。老師，嗰邊啊！神獸八岐大蛇，你哋講咩啊？係咩嚟㗎？現場嘅畫面已經上傳到網絡上面啦。請國家網絡中心加強監控日本嘅伺服器。小曹，信號已經攔截。上傳到網絡嘅影像已經全部刪除。日本自衛隊同美國太平洋艦隊方面都完全冇察覺到。大家見到啦，計劃天衣無縫。難以置信，竟然連雷達都冇辦法可以搜尋到，咁嘅話就可以輕而易舉咁潛到敵方嘅航空母艦下面。Nika 小姐，請問你到底喺邊一度買到呢種咁先進嘅技術呢？除咗技術團隊之外，其餘人等一概保密，就連我哋呢啲身為幹部嘅，你都唔打算俾我哋知道。今次 Nika 小姐，好多謝你。以後仲要請你多多協助。你好，呢度係南台嘅首都望北市。今日凌晨，哥達姆帝國開始咗對南台嘅軍事侵略。啱啱收到哥達姆帝國發表嘅一份聲明，聲明指出，南台本來係哥達姆帝國嘅固有領土，絕對唔允許國際社會以任何形式介入。哎呀，你哋做咩？靜影啊！你哋放開我啊！Julia，哦，收，用呢張床啊。好啦，而家你唔會有事噶啦 ，Julia， 佢就拜託你啦。佢雖然冇受傷，但係失去咗家人，精神受到好大打擊。So， 你就再陪多呢位太太一陣啦。
你要唔要飲啲熱嘢啊？我去攞俾你啊！蒲野主任，真係估唔到，只係短短3日時間，南台全島就完全被鎮壓啦。根據國際協定，我哋地球醫師團雖然可以進行醫療嘅救援，不過都要被監控。恐怕過多1、2日，我哋都要被勒令離開呢度添啊！咩話？仲有咁多傷者，點可以就咁走㗎？仲有啊，好多失蹤嘅人，而家仲生死未卜㗎。只不過領導已經嚟咗啊！咩話？你話領導嚟咗啊？你講個領導唔通係？係啊，就係我哋地球醫師團啊，唔係，應該話係我哋嘅秘密社團 Hermes Wing 嘅最高指導者啊！喂，佢平時留喺紐約總部，好少喺公眾場合現身嘅。我都只係曾經喺好遠距離見過佢1次啫。今次我哋領導竟然專登嚟一個咁危險嘅地方視察，真係好感激啊！亦即係話呢次嘅情況真係好嚴峻咯。我係呢個小隊嘅負責人，我叫做蒲野。有勞你啦，多謝你嚟到我哋呢度視察。有冇缺少啲咩物資啊？一切都好充足。而家咁嘅情況，我哋都只能夠盡力而為啦。我係 Julia。辛苦晒 ，Julia。我叫蘇，全名獅子丸長。咁樣落去嘅話，相信日本亦都會喺1個星期之內被佔領嘅。唔會啩？亂講啦，邊度有可能喎？你係幾時加入我哋組織㗎？我加入咗3年啦，好希望為世人作出貢獻。蘇，見到你太好啦。請問，冇嘢啦，真係唔好意思啊。希望首領你好好保重。好緊張啊！係啦，佢點解好似係咁望住你嘅？你以前見過佢㗎？照計冇可能啊，係咪阿蘇？你諗多咗啦，諗多咗。擊沉？我知啦，我即刻向總理報告。總理，哥達姆帝國擊沉咗美軍嘅航空母艦啊，而且係喺日本嘅領海之內。2艘美軍航空母艦當時係駛緊去南台，哥達姆帝國宣稱咁係干涉內政，絕對唔可以容忍，所以美軍嘅航空母艦，如果哥達姆同美國全面開戰嘅，日本應該點做啊？在座各位應該都知道，日本根本乜嘢都做唔到。根據日本憲法第9條，日本就連國民嘅性命都冇辦法保護，所以根本冇嘢可以做啊！你即係話搞成而家咁，係因為我哋相信和平太天真啦喎！總理，我哋使唔使聯絡美國嘅湯姆巴克斯總統，同佢商量對策啊？仲有咩好講啊？哥達姆帝國已經向美國發出警告，佢哋話300枚洲際導彈東方特別號已經完成發射準備，可以隨時展開攻擊。呢啲導彈全部搭載咗核子彈頭，一旦我國對航空母艦攻擊嘅事採取報復行動，佢哋就立即發射導彈。我哋嘅傷亡估計係幾多？靠我哋嘅愛國者導彈係冇可能將對方導彈全部擊落。據估計，最壞嘅情況係出現超過5000萬人死傷。5000萬人咁多？之前為咗要重建財政，我哋持續大幅削減軍備支出。而家我哋國家已經唔係世界警察啦。咁即係要我哋選擇正義之路，或者生存之路。哥達姆帝國而家正由印度嘅北方逐漸一路南下。佢哋同印度軍隊發生咗局部嘅攻防戰，美國方面暫時完全冇插手。查唔查到
哥達姆皇帝嘅真正身份啊？關於呢個問題，有關呢個 Killer 皇帝嘅資料，幾乎係完全唔存在嘅。根據內部消息，由大約2年前開始，就聽講出現咗一個戴住面具嘅軍官，而佢之前就係隸屬一個屬於國家機密嘅研究機關。但係喺嗰次軍事政變之後，呢個研究機關嘅相關人員就全部都失蹤晒，恐怕已經嗰個叫做 Killer 嘅塔塔卡達，應該都唔係佢嘅真名。肯定嘅係呢個神秘男人，而家想要掌控全世界所有人嘅命運。咁樣落去嘅話，相信日本亦都會喺1個星期之內被佔領嘅。而家嘅結果，亞洲、歐洲同埋非洲一共18個國家公開表明佢哋願意歸順我哋哥達姆帝國。報告完畢。而家嘅問題在於美國同俄羅斯，仲有就係印度。萬一佢哋聯手發動核子攻擊嘅話，咁樣就麻煩㗎啦。Nika 小姐，請問你有冇乜嘢特別秘密武器應付呢？即係嗰種能夠瞬間炸毀各個國家嘅武器。我冇喎。咩話？你嗰種秘密技術喺關鍵嘅時候，原來竟然冇用嘅。皇帝，請你即刻停手！嗰樣嘢幾時可以完成？好快得㗎啦！終極破壞武器好快可以完成啦！你話終極破壞武器？我哋呢種武器嘅正式名稱會喺製造好之後，由皇帝陛下親自命名。有咗呢種武器，以後任何國家都肯定再冇辦法抵抗我哋哥達姆帝國㗎啦。嗰樣係咩武器啊？如果簡單啲嚟講，就係能夠製造出攝氏6兆度嘅火球去轟炸敵國嘅超級武器。6兆度？即係相當於太陽中央大約40萬倍嘅溫度。只要我哋放低一個小火球，咁任何嘅大城市都會被瞬間蒸發。如果有需要嘅話，呢種武器甚至能夠令到整個大陸消失。報告完畢。果然好犀利，不愧係終極破壞武器。咁幾時進入實驗階段啊？Nika 小姐，真係唔好意思，嚟唔切通知你一聲。你提供俾我哋嘅嗰種秘密技術，竟然能夠發展成為一種咁強大嘅武器，係咪連你自己都諗唔到呢？定係你諗到，只不過冇講出嚟啊？我嘅身份唔單止係一個皇帝，同時亦係一個軍人，而且仲係一個天才科學家嚟添。你千祈唔好忘記呢點。使用咗終極武器，咁地球嘅地殼亦都會受到好大影響，最後地球就會變成冇辦法居住嘅星球。你好了解咁喎，唔通你已經試過呢種武器？而家哥達姆帝國嘅軍事力量已經係世界最強啦。既然係咁嘅，唔通仲需要呢種終極武器咩？定抑或係你打算要毀滅地球啊？咁難得先得到手嘅嘢，我又點會用自己對手摧毀佢啊？我只不過想稍為試驗下俾全世界睇，睇到呢股威力之後，咁佢哋對我哋帝國抗爭嘅勇氣就會消失，全世界到時就會變成係我嘅帝國啦。我咁樣同你哋一向嘅願望，似乎都冇乜嘢唔同啊！
總算俾我揾到啦！葛達姆喺後邊跟住我哋。真係估唔到我嘅秘書你都係秘密社團 Hermes Wings 嘅成員啊！嚇，議員，對你隱瞞好對唔住。而家我哋要保護嗰啲分佈喺全世界俾葛達姆監視住嘅政治家同重要人士，好似你呢種咁有骨氣嘅政治家，而家真係已經好少有。其實 Hermes Wings 究竟係個點樣嘅組織嚟嘅咧？我哋喺200幾個國家都有成員嘅，哼，為咗世界和平不惜犧牲。Julia，我哋被包圍，幫我哋導航啊！收到，請即刻掉頭啊！唔好意思啊，今日有啲難搞喎。好啦，咁樣佢哋就冇得喐啦。你哋喺下一個路口轉左啊！收到。轉右，快啲轉右啊！嗰班人呢？而家安全啦。點解你會知道有人埋伏我哋嘅？佢成日都未卜先知嘅，點講好咧？好似有預知能力咁咯。預知？麗卡小姐，呢個人真係好厲害啊！年紀咁細就做咗貿易公司嘅社長，可以不斷引進新技術賣俾軍隊賺錢。公司好快就越做越大，軍事政變之後仲入埋國家嘅中樞機構添。只不過冇咩人知道佢究竟咩背景喎。咁又有咩緊要喎？總之佢就係皇帝眼前嘅紅人。好啦，走啦。有消息話秘密社團 Hermes Wing 已經展開行動啦！佢哋嘅總部喺紐約，表面上睇嚟係個宗教團體或者係地球醫師團，佢哋仲展開咗政黨活動同埋教育事業等等。不過佢哋就暗中保護抵抗我哋嘅政治家同意見領袖，而且仲散佈反對帝國主義嘅自由思想。佢哋真係唔識死啊！好心啦，呢啲咁微不足道嘅勢力，完全冇需要咁詳細向皇帝報告。絕對唔可以饒恕搗亂嘅人。我最討厭就係呢個世界唔完美。收到消息話，全世界 Hermes Wing 嘅據點都受到攻擊啊！點解會咁樣㗎？為咗防範襲擊，我哋明明已經加強咗安全系統同監控㗎啦。呢度
度都好危險。領導，咩事啊？係領導。我哋發現哥達姆帝國最近加強咗對 Hermes Wings 嘅鎮壓，而且收效仲非常之大，所以我每隔4個鐘頭轉移一次，而且行程要絕對保密。咁即係話我哋內部有奸細？我都唔想咁諗，不過似乎係啦。即係話，因為咁所以不斷被攻擊。哥達姆帝國嘅神秘部隊似乎用咗一種神秘嘅高科技技術，雖然係零碎嘅情報。譬如話秘密部隊會無聲咁從天而降，或者明明由監視器前面經過，但係錄影機就完全見唔到佢哋嘅身影。後來通訊都中斷咗，我就再冇聽到啲咩其他消息啦。你即係話我哋有好多成員都俾佢哋捉咗，又或者係佢哋已經被殺？太過分啦！只不過我哋全部都係以奉行愛與正義之名，以伸張正義為己任嘅 Hermes Wings 成員，所以唔理我遇到咩危險都好，都唔能夠俾希望之燈熄滅。我而家要喺度指明 Hermes Wings 嘅下一任領導人選，下一任嘅領導就係獅子丸翔。希望你成為我哋嘅，唔係，應該話希望你成為世界嘅希望之光。你話要我成為希望之光，我覺得我根本冇可能負起咁大嘅責任㗎。又點會冇可能喎，蘇？我話你一定做得到嘅。我都係咁話，絕對冇問題㗎。我哋一定會努力協助新嘅領導人㗎。揾出下一任領導人選，可以話係作為領導最重要嘅工作嚟嘅。其實我上一次見到你嘅時候，我就知道呢項工作已經完成。另外，仲有一點，我哋有一個代代相傳嘅使命，就係要去揾神聖嘅象徵。神聖嘅象徵，亦都可以叫做救世主的象徵。佢將會成為拯救世界嘅關鍵。傳說話，佢沉沒喺南美洲嘅滴滴夏夏湖。喺古印加嘅遺跡入邊，不過我知道嘅就只有咁多。係哥達姆，大家快啲走啊！領導呢邊。嚟啊！領導，你坐低先啊。我檢查過啦，外邊安全。你點啊？冇咩大礙。我哋喺度休息下，先出去。咁跟住，你攞住支槍做乜嘢啊？你話咧？鋪嘢，領導。你咪喐啊！你究竟點解要咁做？老實講啊，呢個世界遲早都會俾哥達姆帝國統治噶啦。你竟然背叛我哋，點解？我諗應該冇人會嫌錢腥啩。而家世界各地唔係都為咗錢搏晒老命咁去討好嗰個國家嘅咩？嗰個國家不斷進行唔正常嘅軍備擴張，各個國家都視而不見。仲有添啊！點解要俾你做下一任領導啊？我唔夠資格咩？只不過如果我同時解決晒2個領導嘅話，咁哥達姆帝國應該都會大大咁賞識我啦啩？唔好意思啦。唔好喐啊！放心啊，我哋唔係敵人。頭先我哋用咗催眠氣體，我哋並冇殺生。領導呢？
嗰個外國人佢已經過咗身啦。點解會咁噶？點解？咁另外嗰個日本人喺邊啊？你係話之前嗰個想殺死你嘅日本人？我哋冇帶走到佢。咁其他人喺邊度啊？我唔知道。我哋係專程由印度嚟呢度揾你嘅。我哋本身係我哋可以話已經足足等咗你2500年啦。我哋一向都相信佛陀再生嘅預言，一直不斷咁等待。佛陀，而你就係我哋等緊嘅再生佛陀。你哋究竟講乜嘢啊？你哋講嘅嘢我一啲都聽唔明啊！你哋再解釋下。拎出嚟啦！因為最近我哋揾到傳說中嘅嗰個金壺。上面寫住佛陀將再生於東方之國，他降生成人，轉動拯救世界的降魔法輪，為世間解難。上面仲寫住，在遠方的太陽之國，將會有一位思考之人，此人能翱翔於天際。因為咁樣，我哋就對你進行咗調查。長老佢確信獅子院長你就係再生嘅佛陀啦，所以我哋嚟揾你。我絕對可以肯定你就係世界嘅希望之光。我就係世界嘅希望之光。希望你成為我哋嘅，唔係，應該話希望你成為世界嘅希望之光。雖然我其實仲係唔係好相信博迪，但係我既然身為長老嘅繼承者嘅，我就無論如何都必須要查明真相先至得。我一定要清楚查明你係唔係真正嘅佛陀救世主。乜嘢佛陀救世主啊？我根本完全聽唔明。佛陀嘅意思，即係指嗰啲開悟嘅人，覺悟世間同靈界嘅真相，並且能夠透過心嘅教義指引世人走向幸福嘅存在。而救世主呢，就即係出現喺文明嘅危機時代，佢將會拯救世人，並且會開拓出一個新時代。嗰個預言話你係佛陀同救世主嘅合體，係拯救世人最關鍵嘅一個存在。我的確想去幫助人，呢一樣嘢的確係我一直以嚟想去做嘅嘢嚟。我個心當然亦都冇辦法放低嗰啲受苦嘅人啦。但係如果話我係佛陀同救世主，就實在講得太過誇張。人類終究都會覺悟到，究竟邊個只係自己嘅父母，只係未到時候啫。真係好抱歉啊！不過我仲有一啲好緊急嘅事要去做㗎。我真係好擔心我個朋友，而且咧，我知道我咁講係好冇禮貌咁嘅。不過裝住古文件嘅嗰個壺，我覺得咧應該係金屬製品嚟㗎。但係喺2500年前，根本就冇可能會有咁精緻嘅金屬壺㗎嘛。其實我同你嘅諗法一樣，好感激你哋救咗我。我真係唔知點多謝你哋，但係滿足唔到你哋嘅期望，真係好抱歉啊！好啦，告辭。根據一份精確嘅科學報告，嗰個壺確實係2500年前嘅物品，而且仲發現呢種金屬並唔係出自地球，係釋迦牟尼嘅時代，邊可能啊？喺難以置信嘅事物當中，有時裏面真係會隱藏住真相嘅，所以我亦都甘願嚟到呢個地方揾你。
現代人其實又到底可以知道幾多真相先得㗎？譬如話自己係邊個，為乜嘢生喺世上，又為咗乜嘢而生存？如果明明唔知道自己究竟係邊一個嘅，但係又唔想要自己去探求真相，咁又會有邊個去教你啊？八正道呢樣嘢就係佛陀留俾人類嘅最大遺產。呢本簡直就係用嚟了解真實自己嘅秘寶，用嚟了解真實嘅自己。究竟自己係一種乜嘢嘅存在呢？如果唔除去心中烏雲，面對一個完全真實嘅自己，就冇辦法見到真相。呢個係唔通呢個係未來？冇錯，只有你先可以稱得上係完美。我絕對係世界上存在嘅萬物當中唯一完美。我既唔需要父母，亦唔需要神。正因為咁樣，所以你先至係完美嘅化身。嗰啲愚蠢嘅人類由一出世就受父母控制，之後受到神束縛而結束一生，所以真係好軟弱，所以真係好唔完美。呢種神做出嚟唔完美嘅作品，就係所謂嘅人類。你講得好啱。神創造咗呢啲唔完美嘅作品出嚟，然後玩厭咗之後就一手低佢，所以最可以饒恕嘅就係神。就喺呢度。
你係邊個？我叫做木花開耶基，我好關心大和之國日本，一直留喺呢度守護住高尚嘅心靈。冇錯啊，我的確好似你心入面諗緊嘅咁。冇錯，我係靈。你心入面所諗嘅嘢係會直接傳達過嚟我呢邊㗎。我雖然相信來世，同時亦都相信靈性嘅存在，但係我絕對冇諗過會咁㗎。你係想話冇諗過會咁真實，係咪啊？真係失禮啊！我諗嘅嘢全部都俾你知道晒。事實就係事實，真實就係真實。你見到啦，其實靈魂係真實存在㗎。呢層就當然啦，好真實。坦白講，你自己亦都係一個靈魂。我哋兩個所唔同嘅，只係寄宿肉體定係離開肉體。其實靈魂先至係人嘅本質啊。係咁嘅，你係唔係神啊？靈界係極為廣闊嘅，而且仲重疊咗好多好多嘅層次。喺我住緊嘅靈界入面，亦都有嗰種被稱為神嘅存在，但係佢之上仲有更高次元嘅靈界存在。你頭先口中所講嘅神，或者佢係存在於嗰個終極嘅高次元靈界，嗰度係救世主所在嘅世界。救世主？只不過當救世主出現嗰陣，亦係群魔亂舞嘅時候。魔？你指嘅係惡魔？靈界入面確實亦都存在咗被稱為地獄嘅領域，嗰度係惡魔透過力量同恐懼所操縱嘅世界，而且惡魔仲會出現喺地上界，佢哋會試圖令到更多嘅人墮入地獄，因為咁佢哋會煽動眾人嘅慾望，令人類墮落，又會激發人類對其他人、對其他民族同國家嘅仇恨憤怒，從而喺佢哋當中挑起戰爭。佢哋甚至誤導人類將肉體視為全部，將世間視為全部，否定靈界，否定神佛。佢哋試圖令到人心同神分離，於是嗰啲惡魔就可以好自由咁操縱住世人。但係多數人都完全唔知道。咁係因為應該告知世人真相嘅宗教，並冇盡到佢哋應該盡嘅責任。就係因為咁，先至咁需要傳達真相嘅救世主。我有時可以睇到難以置信嘅影像，睇到有人死亡嗰一瞬間之後，就真係變成事實。仲有就係，唔通真係唔可以改變未來？如果我睇到嘅影像全部都變成真實嘅話，咁實在太……可唔可以改變未來呢一個問題，我真係冇辦法肯定。但係有件事我可以肯定，就係如果你真係決定乜嘢都唔做嘅話，就乜嘢都唔會改變。請你終止計劃啦！嗰種武器，只要一用嘅話，地球就會毀滅㗎喇，皇帝。我係呢個世界上唯一嘅統治者，我會成為地球嘅皇帝。不過暫時皇后嘅位置都仲係空嘅。你真係成個人變咗。我以前認識嘅你，眼裏面幾時都會帶住憂愁。皇帝。我認為喺你支配到呢個地球之前，你已經反而被某樣嘢支配咗你，而唔再係你自己啦。
我絕對唔會容許叛逆我嘅人可以平安無事咁生存喺呢個地球上，明唔明白啊？快啲回答我，願唔願意聽我說話？不過你嘅回答只能夠係 yes。始終都係你最適合做我嘅皇后。即刻同我準備直升機。係。乜嘢都唔做嘅話，就乜嘢都唔會改變。總理，美國話要放棄我哋之間嘅日美安保條約。咁樣沖繩就會俾葛達姆搶咗去。所以我以前一直都主張要加強同美國嘅同盟關係。你明明話要撤走美軍沖繩基地㗎。我哋全面投降，咁唔係更加好咩？變成葛達姆帝國嘅殖民地，有咩唔好啊？變成殖民地，咁咪即係日本呢個國家要消失？咁都好過喺戰爭中俾人殺死啊！不過我可能會逃亡去其他地方都唔定。你唔入得去啊！唔可以入去啊！你哋唔打算保衞日本啊嘛？其實嗰個國家喺20幾年前就已經一直不停咁樣增強軍事實力㗎啦。你竟然一路都唔知道佢哋嘅企圖，簡直好笑到極啊！講真啊，日本嘅防衛力係好強嘅，你哋啊唔好逃避責任啊！首相，請批准迎擊啦！請盡快批准。首相，第一飛行隊全軍覆沒。我真係冇辦法做決定。303第二飛行隊全軍覆沒。有請復活嘅生命，神獸八岐大蛇，請你出嚟啦！請你起飛，阻止佢哋登陸日本。嚟自艦隊嘅電報，作戰海域出現不明雲團，作戰出現阻撓。係咪美國嘅新型武器啊？唔會啊嘛？即刻將戰鬥機撤離作戰空域，發射對空導彈炸毀雲團。乜嘢都睇唔到啊！而家切換到分析畫面。整個艦隊都捲入不明雲團，無法進行分析啊！冇可能嘅。嚟自艦隊嘅報告，整個艦隊被迫停航。
竟發生咩事啊？性能已經恢復，冇問題啦。好啦，藍隊即刻開始登陸。係登陸艇，係嗰個村莊。聽住，即刻降落嗰個村莊。個達姆軍已經登陸咗啦，大家快啲逃走！個達姆軍已經登陸咗啦，大家快啲逃走！快啲啊！大家快啲逃走啊！神獸八岐大蛇啊！神獸八岐大蛇，請你翻嚟。嗰啲雲團消失咗啦。我始終都係冇辦法改變。快啲啦，即刻過嚟嗰邊啦！快啲啊，大家快啲逃走啊！係嗰個細路，喂，細路！唔好走入去啊！走啦！到最後都係冇辦法阻止侵略，唔理我點樣努力，結果都一樣。如果連你都放棄嘅話，希望就會消失。只有你係希望之光，你唔可以放棄㗎，唔可以。皇帝嘅慈悲，遠東自治區嘅人民獲賜予同帝國人民平等嘅權利，亦即係話，今後作為各達姆帝國嘅人民，以後就要變成咩遠東自治區啦。再遲啲啊，連日本都唔可以提啊！因為我哋唔係日本人，而係忽然變咗做各達姆帝國嘅人民啊嘛。呢度亦都唔係叫東京，而係叫做第一管理經濟特區。不過變成咁樣，竟然唔可以話自己係日本人，真係激氣啊！話係咯，你哋跟我翻去。關於使用日語，我問咗咩事啊？喺3年嘅寬限期之後，就會全面禁止使用。以前嘅日本人可以話做盡晒世間所有嘅壞事，對鄰近嘅國家造成好大嘅傷害。
而家多得我哋皇帝所賜，大家終於都可以成為個有尊嚴嘅人民啦。好多關鍵事都冇辦法搜尋啊！有隱藏個錄音機㗎。係咩嚟㗎？啊！呢啲係以前就有嘅書啫，只不過係大家忘記咗咋。宗教係全面禁止嘅，違反者要全家都處以死刑。請你放過我啲細路啦！我帶佢走。冇啊！呢個嘢真係一啲用都冇㗎。真係估唔到，蒲野竟然會自殺。究竟要點樣做？希望你成為世界嘅希望之光。嗰個預言話你係佛陀同救世主嘅合體，係拯救世人最關鍵嘅一個存在。如果連你都放棄嘅話，希望就會消失。你係咪神啊？你真係神嘅話，就請你教導我，究竟我要點樣做，先至可以阻止我哋嘅世界步向滅亡？咁就要取決於你同地球人之間究竟有幾多愛同埋寬容。愛同寬容。當人類可以領悟到呢句說話嘅真正含義嘅時候，咁樣嗰道新時代嘅大門就將會開啟。我要將秘儀傳授俾你。聽日夜晚，你要喺呢度施展秘儀。領導，救世主的象徵已經揾到啦。根據最新報告，喺的的喀喀湖嘅湖底揾到古印加王國嘅預言。預言寫住，當世界陷入黑暗之時，救世主將會降臨。請你們把這個交給他，助他拯救世界。啊，冇錯啦，係呢支手杖啦，就係救世主的象徵。你係邊個？我係一個被你召喚過嚟嘅人。被我召喚？係因為你啱啱施咗召喚幽浮嘅秘密儀式，所以我就嚟啦。我係由金星嚟㗎，我個名叫做 Utica。你見到外星人都唔覺得驚訝咩？咁係因為我感覺到你並唔係一個危險嘅人。果然係好厲害啊！只不過我想問下你，唔通連你都唔知道葛達姆帝國喺度用緊外星文明嘅技術咩？
你話葛達姆帝國同埋外星人？咁當然啦，佢哋同我哋係唔同嘅外星人嚟㗎。其實已經有各種各樣嘅外星人嚟咗你哋呢一個地球啦。你到底係邊個？坦白同你講啦，我以前喺金星嘅時候追隨過你。你喺金星追隨過我？好耐之前嘅金星曾經以先進嘅文明盛極一時，大家喺你嘅英明領導下，我哋建造咗一個充滿愛同和諧嘅烏托邦世界。但係喺大約5億年前，金星嘅文明終於都去到佢嘅盡頭，所以有好多金星人都選擇移居去到其他唔同嘅行星度。至於我呢，最後就選擇咗繼續留喺金星嘅靈界入邊啦。咁尋晚出現嘅嗰個人都係外星人？唔係，尋晚嗰個人係地球嘅大靈，佢個名叫做利安托亞爾克萊德。佢唔止係古印加國王，而且仲係你自己嘅真身。終有一日你會明白㗎。而家就請你上去飛船度先啦。我哋去葛達姆帝國睇下。葛達姆？嗰度有一位喺呢件事上面好關鍵嘅女性。我明白啦。邊個 ？Show， 全名獅子丸長。你係一個日本人？你好似唔似係亞洲人咁喎。我睇你好似係一個北歐嘅女人。以地球嘅角度睇，快啲答我，你到底係邊個？請天上界嘅一眾天使賜俾我力量，幫助我。我有啲嘢想同你講。我知道啦，你快啲放返我落嚟啦！咁樣係你哋國家嘅傳統嚟咩？唔係，失禮晒。你好似唔係一個地球人嚟喎。幫助葛達姆帝國嘅外星人，估唔到會係你。講返轉頭，你都唔似係一個普通人嚟啊！唔係，我只不過係個好真心咁希望地球可以得到和平嘅人嚟啫，所以我先至會嚟揾你。如果葛達姆帝國統治咗世界嘅話，全人類都會變得不幸，人類會受到壓制。喺一個冇咗思想同信仰自由嘅世界入面，係唔會有真正幸福㗎。究竟你點解要幫助佢哋？其實我嘅真名係叫做 Theta， 我係嚟自嗰個你哋稱為天琴座嘅織女星嘅。請你望住我對眼啦。織女星本來係一個愛好溫和同和諧嘅和平星球，只不過
喺天琴座仲有其他2個擁有先進文明嘅星球存在。後來其中一個鬥爭性強嘅種族挑起咗爭端，於是就開始咗3個星球嘅交鋒啦。我爸爸身為織女星國王，為咗和平費盡全力，而我身為公主亦都努力去輔助爸爸，但係最後始終出現咗最壞嘅結果。有人使用咗一直嚴禁使用嘅破壞性武器。呢種武器嚴重咁影響咗星球嘅地核，氣候急劇變化，我哋要逃到去地底下面先至可以僥倖生存。繼續咁落去嘅話，終有一日織女星會變成一個死星。所以我同爸爸就決定要搬去其他行星居住啦。但係點解要嚟地球？因為我哋嘅祖先都曾經由太陽系嘅其他行星移居過嚟。祖先？所以我就向地球之神誠心祈禱。之後，我已經清楚了解你嘅諗法，你哋就移居到地球。只不過，可唔可以喺地球上順利生存，咁就要視乎你哋同地球人互相包容嘅心。我哋雖然得到移居到地球嘅許可，但係就出現咗重大問題。織女星上面嘅人反對我哋呢一個移居到地球嘅計劃。點解？因為當時周圍有謠傳話地球爭端太多，係一個危險嘅星球。不過就算係咁樣都好，我同爸爸依然極力說服佢哋。最後有差唔多100萬人決定按照我哋嘅計劃移居地球。Vita，你一定要移居去地球。咁父王呢？既然我係呢個星球嘅國王，咁喺最後一個人離開呢個星球之前，我都絕對唔可以離開呢度。我年邁嘅爸爸就好似清楚知道自己已經時日無多咁樣。我同爸爸明知道冇可能實現，都許下咗可以再相見嘅承諾。之後我就離開咗呢一個一直深愛嘅母星。原來係咁樣。當時我係坐太空船嚟到地球呢一度嘅。除咗呢一個方法，亦有好多人係以靈魂嘅姿態嚟到你哋地球嘅靈界。而如果佢哋能夠獲得地球靈界嘅許可，佢哋就可以屬於人類女性嘅胎入面，亦即係話會以地球人嘅身份生於世間。但係冇獲得許可嘅靈魂，就只可以透過附身方式。換言之，就係靈魂共居於同一個人類肉體之中，學習喺地球上面點樣生活。喺戶籍調查比較含糊，而且唔承認靈性存在嘅國家，靈魂會比較容易附身。所以我哋就選擇咗前東亞共和國，亦即係而家嘅葛達姆帝國，作為我哋移居嘅據點啦。實際上喺織女星人當中，有啲人仲能夠自由咁樣變換佢嘅身形同埋外貌，好似我咁就變身成為亞洲女性。我仲以化名 Nika 創辦咗一個商社，透過銷售我由織女星帶嚟嘅礦石同科學技術，我嘅商社成功同政府取得咗有利嘅關係，方便準備日後大規模嘅移居。就係咁，你認識咗 Q 皇帝？我第一次遇見佢嗰陣係3年前，當時我由佢面具背後嘅眼神睇到某種嘅悲傷。要你等，唔好意思。小女子今日得到軍隊嘅科學部長親自蒞臨，實在榮幸。我啱啱喺度進行緊特別嘅研究，雖然我係咁樣嘅打扮，不過我絕對唔係個壞人嚟嘅。我當然知道啦，睇你嘅眼神就知。我今日之所以嚟呢度見你，係有一件事想同你確認下嘅。你一直以嚟所引進嘅新技術，
我好想知道，其實係由邊個同喺邊度開發嘅呢？好簡單啫，敝公司對全世界所有優秀科學家都重金禮聘同投入高昂嘅研究費用。唔係，世界上根本再冇比我更加優秀嘅科學家。你而家所擁有嘅先進技術，似乎係一種進步地球1000年以上，屬於某個文明星球嘅技術嚟。我身為一個優秀科學家，真係好想了解真相。呢一個係商業機密，我唔可以。我都一樣有一個秘密。你有咩企圖？我嘅企圖？我反而想問下你究竟有咩企圖先喎？你究竟點解要嚟地球？你點會知道㗎？我果然冇估錯。其實我本來都唔係話好肯定嘅，但係我好容易可以接受。如果認為喺呢個浩瀚嘅宇宙，竟然只有地球嘅文明存在嘅話，咁簡直就係一種妄想。所以我完全能夠理解你嘅存在，但係問題就係你嘅企圖。我同佢就係咁進行咗一個交易。我明白啦，就透過使用你哋嘅科學技術，等我可以和平統一全個世界。等大功告成之後，我就會提供非洲大陸俾你哋作為移居地球之用。呢個係我哋2個人之間嘅秘密，我會遵守約定嘅。嗰次之後，佢喺軍隊當中嘅影響力越嚟越大，最後發動軍事政變，成為而家嘅皇帝。只不過佢完全變咗另外一個人咁，就好似俾啲咩嘢上咗佢身咁。更可怕嘅係佢而家仲要製造曾經喺織女星用過嘅終極破壞武器啊！終極破壞武器？一旦使用到呢一種武器，地球就一定會走向同織女星一樣嘅悲慘命運。你點解唔去阻止啊？我阻止過㗎，不過佢根本唔肯聽其他人講嘢。亦佢意嘅，唔好話移居地球，就算而家住喺地球嘅織女星人都會受到佢嘅鎮壓啊！可唔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啊？我哋啱啱先認識，點解你會講個咁重大嘅秘密？我知嘅。咁係因為你同佢擁有一樣嘅眼神。邊個佢？地球之神利安托·阿爾克萊德。利安托·阿爾克萊德。佢唔止係古人家國王，而且仲係你自己嘅真身。對於你哋地球人，我個心而家真係覺得好抱歉。只不過為咗拯救織女星上面嘅人，我實在冇辦法。我知道你對你故鄉星球嗰度嘅人一向都係非常非常之咁關心，但係我都一樣對地球嘅人非常非常咁關心。老實講，我已經好清楚咁察覺到一件事，的而且確，人類有時會做好愚蠢嘅事，一心只係考慮到自己，而有時亦都會失敗，一次又一次咁犯下同樣嘅錯誤。有時人同人之間仲更加會互相憎恨。只不過，即使係咁，我都仲係好關心佢哋，因為我哋都係共同生活喺呢一個星球上嘅人類嚟。呢一個星球真係好靚好靚嘅，咁啊因為地球得到無限嘅愛擁抱，當中有不同嘅膚色、宗教，仲有各種文化同價值觀。人類就係咁不斷經歷轉生輪迴，累積經驗。人類就係咁生存於世間，追求靈魂嘅成長。地球孕育住呢啲靈魂，喺宇宙當中無時無刻閃耀住藍色嘅光輝。所以我非常愛護呢一班人類，愛護住喺呢一個地球上嘅所有人，愛護呢個愛之星地球。開始嗰陣，我係為咗履行救世主嘅使命而嚟到地球。不過，原來地球都有救世主，而且佢都深愛住人類。
咁樣亦即係話，如果我哋住喺呢一個星球，就代表我哋將會成為地球人。地球人，咁樣肯定係相信呢個星球嘅救世主，佢愛護地球人類嘅一個明確嘅證明。要成為地球人，我哋要成為真真正正嘅地球人。我其實都好明白，你為自己心愛嘅人流過無數嘅淚水。我好多謝你明白嗰啲淚水嘅意義。不過，我發誓以後都唔再流眼淚啦。我發誓喺願望達成之前，都唔會再流眼淚。屬國正在不斷咁增加緊，唔使幾耐就會實現大哥大冇帝國啦。等到啲人使用終極破壞武器嘅時候，就可以開始攻擊。當呢個星球嘅居住者自行摧毀文明嗰陣，咁其他外星人嘅介入就唔會違反宇宙協定啦。即係話我哋好快就可以統治地球。就喺我哋嘅食物喺度互相殘殺，逐漸滅亡之前。行星亦係一個生命體，隱藏咗高度嘅意識。如果人類真係誤入歧途，將本來應該作為靈魂修行之地嘅地球，變成咗一片墮落之地，咁地球意識就會興起天變地異，從而淨化地上世界，最後就好似過去嘅木文明，或者係阿特蘭蒂斯文明。關鍵唔係可唔可以改變未來嘅問題，而係必須改變未來。冇錯。我哋 Hermes Wing 嘅成員喺世界各地不停煽動，快啲向皇帝報告啦！而家係我哋奮起嘅時刻，我哋一定要相信未來。大家今日一齊企起身啦！要攞出真正嘅勇氣。我會不惜奉獻自己嘅生命。如果而家唔企出嚟，你就一定會永遠後悔。我哋係為咩而生？為咩而活？嗰個答案，各位靈魂必定明白。我哋應該要驕傲咁戰鬥。我哋係為咗靈魂自由。神即係希望，所以我哋要捨棄絕望，一齊選擇希望。只要同世界各地嘅戰友一齊，大家齊心協力嘅話，根本係冇做唔到嘅事嘅。未來係靠我哋每一個人嘅勇氣創造㗎。真相係唔會死嘅，真相必定勝利嘅。大家請企出嚟啦！各國嘅政府因為民眾嘅呼聲，已經開始行動啦。美國總統發表咗聲明，聲明內容係咁樣嘅：我哋最終選擇咗正義，世界各國應該齊心協力，共同維護我哋嘅自由。呢啲人類真係非常愚蠢嘅動物嚟嘅，竟然自己選擇咗毀滅之路。我決定要潛入哥達姆嘅軍事基地，摧毀你所講嘅終極破壞武器。一定要全力阻止地球發生嗰種最惡劣嘅情況。嚟自織女星嘅護衛兵會同埋你一齊㗎，已經有人潛入咗哥達姆嘅部隊裏面啦。我知道啦。我會帶領織女星嘅人民一齊起義㗎。
由帝國內部掀起呢一場革命。我哋就同心協力，守護地球嘅和平。我哋已經等咗你好耐啦。我係蘇，全名獅子院長。接到公主嘅指示，我哋會盡力保護你。去啦，去摧毀終極破壞武器。我哋去啦。係。我親愛嘅織女星同胞，為咗我哋故鄉嘅人，同時亦為咗呢一個星球，而家係我哋奮起嘅時候啦！嗰個就係終極破壞武器。擺好防禦陣營。你點啊？堅持住啊！菲塔公主曾經講過，話你係地球嘅希望之光。我亦都要為咗地球，地球。停手啊！已經夠啦！唔好再殺害為咗地球而戰嘅朋友，請你哋放過其他人，唔好傷害佢哋。你就係 Hermes Wings 嘅領導。哼！現場嘅各位朋友，喺世界各地睇緊直播嘅咁多位，你哋等咗好耐啦！我哋呢一個係一位人類史上最偉大嘅領導者曉拿皇帝所指導嘅儀式，就係正義嘅行刑儀式。今日接受處決嘅係呢位重犯者兼恐怖分子、邪惡秘密社團 Hermes Wing 嘅呢位被詛咒嘅帶頭分子
獅子丸唱。皇帝榮光永在，造反者處以死刑。警告！警告！全世界人民都必須要觀看今次嘅儀式。唔觀看儀式嘅人，將會以哥達姆帝國造反。阿嫂，等佢嘅處死結束咗之後，下一個就係你哋啦。我哋實在係太過幸運，呢個愚蠢嘅犯罪組織帶頭分子，竟然會走嚟自投羅網都有嘅。而家冇人阻頭阻勢，即係話我同你嘅願望好快就會全部實現啦。準備射擊，瞄準。射擊！正義嘅判決已經成功執行啦！向皇帝致佢果然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人，認我嘅人就會有咁樣嘅下場。麗卡，呢次我就原諒你，我對你真係特別好。按照約定，你可以繼續你嘅移居計劃。真係個愚蠢嘅女人。其實我根本唔係一個地球人嚟，我嚟自天琴座嘅織女星。不過我而家真係覺得非常之後悔啊，因為我剝奪咗各位地球人嘅生命同埋最重要嘅存在價值。但係或者而家都仲嚟得切㗎。
已經太遲啦。人類終於都失去咗希望之光啦！神啊，地球之神啊，大宇宙嘅根源之佛啊，我願意奉獻出我嘅生命，願意奉獻出我嘅靈魂，願意奉獻出我心裏面全部嘅愛，請求你可以俾地球嘅幸福之源復甦啦！我求下你啦，神啊，請你俾我哋嘅幸福之源完完全全復甦啦！你哋係邊個？我就係佛陀啦，我亦都係你靈魂嘅分身。你係我哋靈魂嘅核心，你存在於過去之前，亦都存在於未來之後。自從大宇宙創世開始，你忍受咗1000億年嘅孤獨。你係根源神嘅生命，亦係地球之神。地球之神。Show。Sita。點解會？係咪真㗎？開槍，同我殺死佢！預備，射擊！射擊係命令。係神啊！喂！
哋一齊保護佢啦！我哋絕對唔可以俾人喐佢一條頭髮。斯塔，我而家要俾你睇住嗰啲你好在乎嘅嘢，一樣一樣咁樣毀滅。我會俾呢一個特別嘅榮譽你，就係
係用你隻手毀滅呢個星球。領導，領導，有入侵者啊！領導，要死啊！我當然知道啦，睇你嘅眼神就知。哼，到頭來都係冇用嘅。原來呢個始終唔係咩完美嘅人，竟然俾女色所迷惑。你知唔知我嘅願望啊？吓，我想睇下神喊到成面眼淚個樣啊！我已經等咗好耐啦，征服地球。弊啦，地球意識到想要淨化地上世界啊！人類犯下咗罪過，人類呢個罪過就係信仰薄弱嘅罪。人以為眼睛睇得到嘅嘢就已經係全部，迷失咗最重要嘅嘢。就係因為呢個罪過，而家地球遇到危機啦。而家可以拯救地球嘅嘢，並唔係咩軍力，亦都唔係經濟力。而家唯一能夠改變地球未來嘅嘢，就係地球上每一個人佢誠懇同真摯嘅心。需要每一個人相信眼睛所睇唔到嘅嘢嘅心，一顆堅定嘅心。請大家相信我所講嘅嘢啦。如果大家相信，就請大家一齊祈禱。為咗地球，同時亦為咗生活喺地球上嘅所有人。神佛係絕對冇可能放棄我哋嘅。你哋咁做已經太遲啦，因為一切都已經結束啦。真係世界末日啦！
咪走啊！愛。知。反省。發展嘅光明。宇宙有光明。我哋呢個世界，並唔只係眼睛睇到嘅世界，我哋所生活嘅世界，一個神秘嘅世界。雖然眼睛睇唔到，但靈界係真實存在，神明、天使、惡魔，全部都係真實存在。仲有，生活喺其他行星上嘅人，都有好多人，佢哋經常都喺地球出遊。呢啲結合埋一齊之後，就形成咗我哋所生活嘅世界。真相就係咁。真相。我哋地球人類一次又一次喺世間轉生，喺每一個時代，喺每一個地方，人類都無休止咁不停輪迴轉生。不過係咁又點？點解人類仲要互相憎恨？點解人類唔可以超越民族互相愛護？因為國籍同宗教唔同而去爭鬥，咁樣就等於同自己前世心愛嘅祖國喺今世爭鬥一樣。點解要同自己曾經心愛嘅親友爭鬥呢？本應互相愛護關懷嘅人，點解要咁樣爭鬥呢？世上所有嘅人其實都同樣尊貴，大家知唔知點解？因為世上所有嘅人其實都一樣係神子。而呢個亦即係民主主義嘅原點。我哋呢啲身為神子嘅眾人，喺神所創造嘅神秘世界經歷一生，積累咗各種唔同嘅經驗、學習、成長，從而增加我哋靈魂嘅光輝。呢種喜悅先至係我哋真正嘅幸福。我哋呢個大家一齊喺度生活嘅地球，
係一個偉大嘅靈魂修行之地，唔止係對地球人，亦係一個歡迎外星人，一個偉大嘅愛之星。相信孕育呢個星球嘅神之愛，正正就代表人類嘅信仰，堅定嘅信仰。世界係一體嘅，宇宙亦係一體嘅。呢種為愛嘅信仰係唔可能從呢個世界上消失嘅。為咗世界和平同真正嘅民主主義，仲有為咗繁榮嘅信仰勝利之時，地球就會迎接一個嶄新嘅時代。請各位相信我啦，而且要保持住愛同寬容嘅心，而呢個就係作為地球人活喺嶄新時代嘅條件，唯一嘅條件。各位生活喺呢一個愛之星地球上嘅所有人，而家就係醒覺自己係地球人一份子嘅珍貴時刻嚟啦！我哋呢個世界一直等緊嘅就係呢個人。地球之神啊！地球之神啊！救世主，我一定會相信你嘅。我都會相信你。地球嘅危機終於結束啦！你哋要遵守宇宙協定。但係你哋唔係一直都介入地球嘅文明啦咩？根據一向嘅宇宙協定，只有喺嗰個星球生活嘅人自己一手摧毀文明嘅時候，咁其他行星先至會被准許介入，唔係咁咩？地球人終於可以依循自己嘅意志，開始朝向一個嶄新嘅未來邁進啦！呢個真係宇宙嘅好消息啊！其實我並唔係人類，我亦都從來冇父母。我只係國家嘅工具。我係透過基因改造創造出嚟，即係話我只係物件。唔係嘅，你唔係物件，你亦都係神子，係一個人。我體會到，記得好耐以前，我都曾經有過呢種離別。
我返到去之後，會同人講關於地球嘅事，我仲會將織女星嘅人送過嚟你哋地球呢邊。我一定會接納嗰啲熱愛地球嘅人，我哋會以地球人嘅身份，齊心合力開創未來。喺我故鄉嘅星球上面，或者有人根本唔想明白我同佢哋講嘅嘢。不過，就算係咁都好，我都冇辦法放棄佢哋。就算要我花再長嘅時間，我都會等候。我一定會等候㗎。我都係，我都會同你做同一樣嘅選擇。我哋一定會再重逢嘅，喺某一個時代，喺某一個星球。好多謝你啊！你呢一句說話，係我喺地球聽過最中意嘅一句說話。我絕對唔會忘記呢個愛之星地球。なんだろうこの不思議なパワーは常識なんてもう通じないなんだろうこの胸のときめきは悪は善となり善は悪となる